後得返7人應戰嘅香雪晨曦以1-2輸咗俾聯華紅牛。今場賽事總共出現咗4張紅牌、8張黃牌。由林丁勤報導。黃衫嘅晨曦同聯華半場互無紀錄，但換邊之後就入晒局。羅志坤攞定之後推橫一抽入網，晨曦先開紀錄。2分鐘之後，聯華嘅巴拉圭外援維亞巴頭頂唔過，再加一腳就搞掂，替聯華攀平。但場波並唔係就咁和氣收場㗎。爭取今季首場勝仗嘅晨曦，由完場前2分鐘開始，一個接一個提早離場。球證徵詢旁證意見，認為鍾健希踢人，出示第一面紅牌。1分鐘之後，又話高尼魯侵犯維亞巴，批第2面紅牌。雙方球員都開始起哄啦。高尼魯出到場邊向教練山道士示範，話維亞巴係咁樣掉佢先㗎。呢個野火油墨維亞巴喺補時階段再嚟到晨曦踢少到第3個，旁證指手畫腳話睇到安德烈出腳侵犯，球證再出紅牌兼送個12碼俾聯華。奇松起操刀射入，聯華反先2-1。呢個時候已經無心戀戰嘅晨曦，劉志強都唔等鳴笛完場，臨尾又出手傷人，攞今場第4面紅牌。最後得返7個人喺球場嘅晨曦以1-2輸俾聯華。本地聯賽嘅日前愉園對傑志出現5紅8黃之後，呢一場亦派出4紅8黃。有線電視記者林定勤報導。另一場白衫嘅公民就以2-1擊敗香港08，踢到36分鐘，公民由袁洋飛身頂入領先，但係僅1分鐘之後，香港08成功反擊，歐陽耀聰射入攀平。不過喺完半場之前，後防一次失誤，俾曹鵬飛攻入，替公民再度領先2-1。換邊之後，兩隊再冇增添紀錄，贏波嘅公民以7分升上聯賽榜第4位，4連敗嘅香港08就排尾2。